内高中生排册包仔行出学校，准备要过大路。人拢徛伫斑马线，沿过来往的车辆有4台奥多摆、3台轿车直接通过，无要让。高中生看着车将因当作是空气，也唔敢轻举妄动，掠着空胖，才赶紧过街路。我觉得还是要礼让行人啊，可是我觉得行人自己走路就要赶快。 不要慢慢走，也不要看手机，都要先减慢啊。尤其这个看起来就是学区的部分，更需要去做一个减慢，然后再去做让行的动作。这样。公布画面，民众拢感觉牛行前这件代志已经有宣导，麻烦一段时间，不过也是有驾驶无要遵守，认为讲这个处罚是不是不够当？ 啊！那高中生过大路的地点，就伫南投保利国中的学校门口，才有2段斑马线。虽然无青红灯，也毋过驾驶经过速度拢一定爱放慢。行人若是要过大路，就一定爱停车让因。影片显示的非常的一个明确哦，那么我们会依规定来查明之后。 来做举发。警方看这段模拟学生的影片了后，认为7台汽机车违规的事实明确，会照挾着车牌遵照法律来开单，机车清2块，汽车上悬罚6000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